亲爱的天父上帝，阮来到你的面前，来恳求你赏赐你的恩惠甲怜悯。主啊，愿你的慈爱通柔软阮的心，互阮在听起你的时，就看到家己，就找到家己，就知影家己是啥物人。咱通对你看清楚家己的时，咱就知影对叨落，阮会当来倚靠你。安尼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免。伫今仔日的经文第1节有安尼讲的话：来啊，来买，来食哦，毋免银，毋免价钱，来买哦，来买酒干呢。哦，这个经文安尼即款的表达的方式，就亲像，互我想起讲，介先礼拜六也是拜日的时，咧行淡水老街的时，人真济，啊边仔的有真济的咧买物件的人，拢会安尼话讲啊，来哦，来看哦，啊老板想不开啥物的即款的，所以咧，听到即款在叫卖的声，我一定是会忽略，是会离开，就想讲啊。真侪人啊，真侪人想要推销，我就想讲啊，紧行紧行，刚才想讲爱完成家己爱做的代志，爱做的代志。所以伫即个时代，伫咱平常时咧行的路顶面，伫电视、伫网络顶面，咱都会当听到真侪即款的声音，甲咱讲啊，紧来买哦，你的生活。佫欠真济物件哦，哦，即马佫有啥物物件在拍折？哇，逐种的广告满满是，佫有逐种的想法，嘛每一日拢伫电脑还是电视伫甲咱对咱讲话。这时代的声音甲物质实在是介济，实在是伤济啊！特别。有时咧免费的物件、试用品即款的物件嘛真济。有时我行伫在踅街，啊行行就有人要互我迄个免费的面膜，吼就讲来试看卖哦。我拢无想要拄着即款的推销，敢若想要对即款人的边仔安尼甲伊说过，完全无想要拄着即款的人。所以，遮个每一日即款的生活的经验，互我咧备办今仔日即段的经文的时，看到哇，一开始就亲像是咧叫卖的即个声音的时，我就感受到哇，读圣经的即个胃口，互平常遮的声音来破坏。来看即个声音的时，煞无法度有感动。所以在读的时，我毋知影，伫公元前500多年的以色列人，当因听到先知在喊话即款的声音的时，因是会互先知的声音来吸引，还是因会亲像我共款，感觉哦，佫是一个在吵的声音，就甲对先知边仔安尼说过，应该会忽略先知所讲的话。也是，其实这是因所较无听到的话语。所以伫以赛亚书第55章，这个段落是伫啥物款的背景？咱着大先三角来了解一下。55章即13节的段落呢，伊的背景是先知流亡伫巴比伦的以色列人。所讲的话，伫以前我拢会想讲，哇，以色列人流亡伫巴比伦，加上真辛苦、真可怜。毋过其实，当佮读较侪了后，就知影，伫巴比伦生活的以色列人，因的生活其实袂介善食。对圣经的记载，佮有考古一寡出土的物件，咱通知影，
因遮的流亡的人，其实是耶路撒冷，有能力、真有能力的遮的人才、遮的社会精英，就互巴比伦掠到因遐。因伫巴比伦内面会当有一定程度来保持因家己的制度。因伫国家内面，其实因的行动是真自由的。因啥批要联络嘛真方便，甚至伊嘛会使买地买厝来踮迄个所在徛起。伫遐因的商业真发达。伫迄个所在一个运河的附近，出土的一寡石盘表现出遐记录表现出因遐有真济商业的贸易。遮个贸易的石盘顶面写真济犹太人的名，所以咱就知影，遮以色列人踮遐做生意做甲真好。除了遮以外，遐个土地，巴比伦遐个土地，其实是真肥的所在，所以因踮遐住嘛真方便来种遮个农作物，真适合遮个作物来生长。这是因经济顶面的状况。另外一方面，伫政治顶面，遮个犹太人失去了国家，因周围的四周围的政治是真摇晃。遮个流亡的以色列人，因是业伫列邦大国的中间，所以这个时阵，因国家内面的遮个祭司，遮个有知识的人，咱会当想象，伊可能就亲像台湾嘛会有的共款，因会组织，因会做要讨论来讲，哇，这个状况，咱以色列要安怎？敢爱我靠对一个，敢爱我对一边，安尼较安全。所以，遮个以色列人，有知识的以色列人，甚至因有身份、有地位，因伫因家己支持的势力中间来跑走、来无赢。伫迄个外族人中间的生活，因踮遐挣扎。想要找到家己的平安，所以伫即个物质真高雅，毋过政治甲伊摇晃，即个世界的声音真复杂，即个以色列的即个社会，若是有先知发出声音，毋知影以色列人敢有兴趣来听？也是其实，遮个声音、遮个论调，伤济啊！因已经对上主的声音失去了胃口，因的感觉是一种麻痹的感觉，就是无啥物感觉。所以，伫经文第1节到第3节，先知的呼叫，可能互人的感受就亲像安尼：上主伫伊的路的中面踮遐呼叫，就亲像箴言里面出现过伊讲的迄个智慧的声音。这个智慧的声音安尼喊话，安尼讲：既然恁喙焦的，就来酒泉水；也无钱的，恁就来买来食，来啊！毋免钱哦，毋免价钱。来买酒哦，来买烟。所以，这个先知讲话的方式，就亲像谈带分享的迄种路的顶面会听起的迄个叫卖的声音，伫真济遮的声音内面，想要吸引着人来听通这个声音。毋过，先知毋干那讲即句话尔，伊煞则阁讲：恁诚思开费钱。买迄个袂值食的物啊，社事就着满伫迄个袂互人食饱的啊。这第2句话开始，互人感觉无啥爽快。伫遐尔混乱的社会中间，
遮个各大馆中馆，哦，阮遮以色列人安尼流亡，啊为着家己的生活来拍拼。毋过，即个先知却一句话，就爱甲人讲：恁遮的人所做的工，拢是空空。咱若是以色列人，咱若敢有法度接受？咱敢会听？毋敢一摆，我身边所认捌的基督徒甲我分享，因的信仰甲因的生活，其实是离开介远，啊，因嘛毋知影要安怎较深来认捌上帝。最近有一个我熟悉的社青，伊就甲我问讲：啊，亚茹啊，你敢愿意来阮教会来团契来分享？我讲好啊，迄个时间会使，我就去啊。啊，安尼恁想要听啥物？伊讲啊，阮拢无差啦，你经你会晓的，安尼甲我分享安尼。我就讲啊，安尼我分享灵修会好无？伊讲好啊，安尼会使啊。啊，我就佮问讲啊，恁团契的灵修，逐个灵修感觉安怎？敢有啥物所在是感觉磕磕？吼，安尼我好准备嘛。伊就讲哦，咱逐个吼，阮逐个拢是老基督徒啊啦。啊，遮个退休会也是灵修会吼，啥物拢有听过，拢有去过，啊，听真济啊。啊嘛，见证嘛看过真济，毋过就是真恶地佮家己来深入即个信仰。啊，即个时间安尼久啊，对真济遮个见证、遮个信仰的鼓励。就麻痹，啊，工课阁介无用，就愈来愈无有心力，伫家己日常的生活中间来听探上帝要做啥物工。顶礼拜咱教会家己的社青，嘛做伙来听一场分享，一个讲座是在分享要安怎伫咱的工作环境中间来活出咱的呼召的一个讲座。这个讲座的牧师，甲咱当中的一寡人分享，伊讲有时吼要伫咱的工作中间吼来找到信仰的呼召，迄个信仰的热情，迄是真困难的，迄爱注意去想去祈祷。爱主动吼去想讲啊，对一个人你会当接触，啊去主动和伊结连吼，开始关心嘛，啊和伊抬讲啊，安尼愈了解愈了解，上帝要伫你的工课顶面爱你做啥物工，这才会愈来愈清楚。哦，我想一个，就感觉到，其实这个建议毋单单是适合用伫一般。职场的顶面，我想着讲，我诚做一个新学生，我家己未来就是一个传道者，嘛共款会感受到，真济时阵，我若无注意去祈祷，去和人结连，其实教会有介济事工啊，介济团契啊，我着会当伫遮安尼乱踅啊无用啊，啥物团契拢。出现一个啊，吼啊！我家己的课业嘛，真济会当无用，啊，真济会当开，吼，我会当踮遮安尼，介想做介济工，毋过其实却无对遮的上帝的工课有任何的感受。愈久对得救的见证愈麻痹，虽然边仔的人所看起的我。可能是一个一直在服侍的人，毋过，若是我家己知影，我无注意去追求上帝的声音，对伊的声音无有兴趣，我所做的工，嘛不过就敢若是工课尔定，迄毋是一个呼召，迄就是一个工课尔定。即款伫一般生活内面，即款无用，即款。世界的美妙，也是辛苦，也是遮个代志，真济时阵破坏咱对信仰的胃口。
伫4世纪有一个主教叫做奥古斯丁，伊迄个时阵就捌提醒过，迄个时阵的基督徒，伊安尼讲：基督徒上爱世二的，毋是看起来真歹、真无好的物件，上爱介世二的，就是迄个第二好的物件，是看起来介好哦，毋过是第二名、第二好的物件。因为有时咱拢追求迄个第二好的，魔鬼就接着安尼，互基督徒慢慢渐渐袂记迄个上好的是啥物，渐渐咱就对上好的无兴趣，嘛毋知啥物是上好的，第二好的就互咱真满足。即款的状况要安怎呢？圣经会安怎帮助咱？若是咱中间有人已经对圣经、对灵修、对祈祷无有胃口，对见证感觉麻痹。圣经安尼讲：恁写书开会钱，买迄个袂值食的物，写书着无伫迄个袂互人食饱的啊。经文用即句话来刺激迄个时阵的以色列人。迄个时阵，伫因的计划内面，因的伫逐个安尼政治的迄个计划内面无用的，遮个以色列人，伊提醒因讲，恁的性命才会落苦，其实真空虚啦。上帝用即句话来破坏因对即个世界顶面的事物的即个胃口。上主问讲：我的囝，遮个物件。恁敢真正食会饱？遮个第二好的物件，恁敢食会饱？经文煞者安尼讲：恁着留心听我，就会食迄个好物，着享受忧郁，互心欢喜。恁着暗耳孔就近我，着听。就恁的心神会活，所以检查人的心灵的上主，讲出以色列人因外表水水，毋过生活背后的黑暗的空虚。上主讲遮的目的，毋是要甲因指责，反倒转煞遮经文，咱会当看去，上主是亲像一个真温柔、真毋讲的妈妈。一摆搁一摆甲因讲，囡仔以色列啦，你着听，你着爱详细听，你的耳孔着暗一下。你听我的话，你着会当真正食一顿好的，我用心备办的即个好的肉，恁着会当因为我安尼温困甲你养饲，心内着真正欢喜。迄个有互人服侍食饭，迄个感受是无共的吼。上主讲伊要安尼来甲咱养饲，心里着欢喜。遮个以色列人感受着心内互人安尼疼，心神就会活起来。到底即个好食的肉，即个遐尔好食的物件是甚物呢？经文继续讲，听的物件就是，我要教恁立永远的约。就是所应允代笔坚固的恩惠。这个互代笔坚固的恩惠是甚物啊？介绍真厉害呢！上帝和代笔所上帝代笔所设立的一个约，有一个真特别的特色，就是上帝对代笔和代笔的这个约。是无有要求的啦，伊要要求代笔着爱做啥物做啥物安尼啦。所以这是一个单方面应允要互代笔的永远的阻碍。这个阻碍是有分到代笔的后裔到万代，就是讲这个上帝甲代笔所立的约，其实已经超越代笔这个人伊本身年岁的限制。到伫代笔未来，伊家己拢看无的事物的顶面，所以即款的疼，
是好定的长看关心。啊，伫今仔日的经文，上帝讲即款伊和大卫安尼设立的约，今嘛要来和每一个遮的以色列子民来和因立这个约。相共的，和大卫相共的，和着即马和遮的子民每一个人到因身上。上帝要用这个超过因年岁限制的永远的慈爱，伫因身上，和因设安尼的约。煞接上主阁讲一个阁较奇妙的计划，就是讲，看啊，我已经设立伊做列邦的干将，做列邦的君王甲首领。看啊，你平素毋捌的百姓。你要叫伊来，平素毋捌你的百姓，也要走来挖克你。哦，这对无有国家的人是真恶地来想象的。明明是以色列人，因陷落伫列邦真强的列邦的中间。啊，遮以色列人内面的政治内面的想法真复杂。有的人想要挖巴比伦。有的人想要来挖克埃及，有的人想要家己民族安尼来独立来转去，有的人是想讲未来波斯帝国就要来啊，安尼想要挖克波斯，等等等等。毋过这上帝则却讲到完全倒变的一个代志，就是大卫会学的，会对着遮的列邦诚做证人来证明上帝的疼甲祝福是够万代的，互遮的大国看到，反倒当想要来挖靠以色列的上帝。这哪有可能？圣经讲有，因为因来拢是为着耶和华，你的上帝，以色列的圣者，因为这个上帝已经荣光你。这个阳光呢，伫希伯来文的原文的意思，就是上帝已经甲你学落啊啦，甲你穿甲水水，吼。这个意思就亲像伫以赛亚书54章，就是较头前的一章所讲的，以色列本来是一个互人弃杀的寡妇，毋过上帝的疼，就邀请伊转来，用珠宝、宝石来甲伊西装打扮，互伊安尼真水。真体面，外邦的人看到，就感觉真欣赏。哦，因的上帝哪会遐尔疼因家己的国家？遮个列邦就想要加入伫即款的恩惠的内面，因为这个上帝是遐尔好。上尾，先帝阁一摆呼吁以色列人：恁的心莫遐尔硬。较紧来找求上主，着趁耶和华通找着的时来找伊。伫伊三军的时求叫伊，歹人着离开伊的路，不义的人着改换伊的念头，归向耶和华。耶和华会怜悯伊，归向咱的上帝，因为咱的上帝是要变行赦免。伫遮圣经甲咱讲，上帝的道路和因遮以色列人家己所想的，拢完全无共款。这无共款，就亲像天甲地遐尔的远。虽然遐尔的远，毋过伫圣经第11节到12节，伊安尼讲：这个天是会落雨降雪来润泽这个土地，是永远拢会安尼来润泽土地。上帝这个话，这个心意是绝对袂空空来甲伊收转去。所以对先帝的话，咱会当看去。当以色列人因会当来承认家己的道路、家己的思想、家己所咧着磨的工，拢是空空，来活转头来挖靠上帝的时，等待的是
代笔，亲像上帝互代笔这个药遐尔啊长、遐尔啊深的慈爱，要互因每一个人千代万代。搁较互人感觉欢喜的，就是这个疼毋干那是互以色列人，就亲像咱摊拄仔所看的，这个疼嘛爱去因遮的承认家己的性命是空虚，煞互以色列人的上帝去因对列邦走来，要找求上帝的人。所以列位兄弟，咱敢有互安尼的声音来起因？上帝互代笔的恩惠，伫今仔日的经文，接着耶稣基督，接着耶稣基督已经伫你甲我的身边，已经伫万邦万国想要找求上帝的人的身边。这是上主愿意赏赐互咱的性命。毋知影咱敢有对上主的疼，佮较有一点点仔的感觉。即礼拜我拄仔听一位我真欣赏的长辈，真有讲话真好听，真有修养的一个姊妹的分享。对伊的分享，我再搁一摆来体会到，什么是生命的空空，什么是生命的丰盛。这位姊妹，伊细汉的时还未信主，伊的成绩真好，是台大安尼毕业的。伊22岁安尼毕业，就想要成做台湾公司迄个企业的 CEO 的执行长。伊的能力嘛真好，嘛真正伫差不多1980迄个年代，就真正参与伫阮即马 7-Eleven 啊，还是康士美遮统一集团的连锁店的起做。伊踮遐做遮个工课，虽然后来伊嘛离开，毋过因为伊的气力真好，伊后来的人生嘛开始家己想要开公司，嘛有捌拄过失败的时阵，伊的人生安尼20年来安尼起起落落。伊即马嘛时常伫逐所在来做企业的顾问。伊甲我讲，是伊信主前，一直咧想讲，伊的即个生活要安怎搁再有超越，安怎搁会当再有突破？要安怎伊才有会当有一种自我来实现的感受？毋过伊试过真侪物件，追求真侪物件，爬了愈悬，却感觉愈来愈孤单，愈来愈惊吓。伊讲伫位置伫真悬的所在，其实伊爬到迄个所在的时，伊拢愈来愈惊吓，讲伊要得到迄个答案。因为当伊得到迄个答案了后，伊就毋知后一步要安怎行。后一个答案伫倒位？这个答案伊听到，伊拢袂有满足的感受。有时伊嘛真定定着爱惊吓，讲家己伫即个位置，若是伊的判断一个仔毋对，哇，迄个跋落来是跋甲真深。所以伫安尼反复几十年的过程中，伊的婚姻嘛有问题，伊的囡仔无想要读册，无要去学校，所以伫外人看起来，伊个性啥物款拢有，有钱有家庭，啥物拢有。毋过其实伊的内心却感觉到，伊是一个啥物拢抓袂牢的人。伊所挖靠的地位，伊的才能，是随时拢会甲伊气杀的物件。煞尾带伊信主的，反倒当是伊迄个无法度上课的查某囝，迄个成绩真歹，无要去学校的查某囝，带即个妈妈信主。即个妈妈信主了后，不过伫
经过3、4年定定，伊就开始对伊以前的生活完全无有兴趣。伊大部分的时阵，就开始投入伫教会的服侍。对以前，伊是一个家己当做是一个 CEO。到现在，伊大部分的时间，就是伫教会安尼做小组长，来负责无用遮的年长的，也是精神有叛病遮的人。伊讲，其实伊现在感觉，比起过去伊伫 top 迄个时刻的感觉，拢比迄个时阵搁较自由，搁较轻松。伊讲，伊互圣神蒙过了后，伊心中迄款对世界拢无法度停止的迄种的喙焦，忽然就会当停止啊！伊即马回头开始欢喜，较无了解上帝国的代志，因为伫当中伊找到安息甲倚靠。这位姊妹是一个真喙焦的人。上帝的话和上帝的圣神伫伊的生命中做工，互捌真骄傲的伊捌真骄傲的过去的伊，会当承认过去的伊追求的是袂得遮的物，着活伫迄个袂互人食饱的。要承认遮的是遐尔啊困难的代志，因为迄就是咧承认讲我所做的拢是白工。毋过等待咱的，毋是虚空。咱的上帝已经接到耶稣基督，和咱设立永远的约，要用永远的慈爱来养饲咱。咱甘愿意伫上帝面前承认家己的空虚？咱甘愿意按耳孔来听？咱三甲来祈祷。亲爱的上帝，有时阮伫你的面前，是遐尼啊的软弱，是遐尼啊会惊吓，是感觉家己无法度来亲近你，是感觉咱伫生命中间、伫信仰中间，是遐尼啊少有见证，遐尼啊少通和你来亲近。毋过主啊，今仔日的经文，你邀请阮每一个人，搁一摆来甲主讲，主啊，伫阮内面要有生命，阮所追求的，真侪时阵是袂当食的物，着无的是迄个互人食袂饱的。爸爸，当阮安尼祈祷，安尼来你承认的时，主啊，阮知影你永远的慈爱，就要临到伫阮每一个人的生命中间。由你亲自对阮当中较无你的人来讲话，通分辨、通知影咱生命中迄个上介好的、迄个真正互咱通得到饱的道路是甚物？愿主你的圣神帮助阮每一个人心中的软弱，也帮助阮伫每一天的生活，拢通着经历着你的养赐。安尼祈祷拢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